云林县环保局举办素食料理的比赛，使用在地潮湿的天然食材做健康鸡团的便当，达到环保爱地球的目标。现场的参赛者甲乡亲小解家己所做的料理，拢是使用在地当潮湿的天然食材所做的素食便当。尽量用就是少油、少盐、少糖的方式，然后比如说用蜂蜜来取代精制糖，然后来完成这些料理。云林县环保局伫后尾大城商港举办料理比赛，来推广用在地食当季食材的理念。透过我们这次绿色料理的活动，来推广我们云林县的农产品，也同时推广低碳，因为时当季，想当季。取名为秋意农，因为今天刚好是秋天的季节，我们采用秋天的食材以及符合比赛的主题去呈现这道料理，然后再加上日式的元素，让我们的料理看起来更不一样。透过活动推广在地丰富的农产品，嘛互料理变甲趣味，够好耍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